来看行政院消保处公布2月初的契约调查，针对50个契约750项的规定发现共有13个建案，22项契约的条款无合规定，以房地标示甲停车位的规格、契约总价佮验收上侪问题。新建案契约围篱围起来，工人伫内底无用咧赶工课。就算去年平均地权条例修法上路，压制投资客买起。不过，为实际定量的统计显示，去年全台湾预售厝交易是106000件，年增27%。整体预售市场的总销售金额有甲1兆7000亿，年增34%。预售市场吸引自用客稳定爬起来。第二日针对全台湾50个预售厝契约进行调查，每一个契约应该记载4项，各15项，拢总750项内底有22项无合格，无合格比率是2.9%。如果呢空心砖呢是5块以上，是这个有瑕疵或有裂痕的时候才算瑕疵，5块以下就不是。油漆的这个墙面上面要在远距离的1公尺上去做验收，把相关的不利益或者一些风险，透过定型化契约条款的方式移转给我们消费者来承担。消保处表示，这个调查发现13个建案伫停车位的规格、契约总价、审阅期间、验收等等的项目记载无符合规定，亲像契约审阅期无甲法定的5天，也有人伫签约进前倒纳签约金，有的契约书无分别写土地价款甲房屋地款，敢若写总价。伫停车位的部分，有建商无写悬度。平面、地上、地下等等，它都列了，但是附表里面就是没有列到高度，涉及到休旅车能不能够停得进去。消保处讲，虽然预售厝契约查核整体无合格比率为110年的11.2%，降到去年的2.9%，无合格案件的数量嘛为110年的23件，降到去年的13件。这波调查要是裁罚120万，提醒民众伫买预售厝进前，会当先去实际登录网站，确认建案契约比载的情形，要对契约的内容敢是甲定型化契约有符合，若是无合规定，会当拒绝签约，而且向主管机关来检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